高台甲清大逐年拢会举办梅德赛，去年受到疫情影响停办，今年有恢复啊。不过，这届比赛有真侪项争议，目前是有10项比赛剩2项尔尔，而且清大老师拢无人出席今仔日的开幕典礼。选手尽全力在比赛中拼输赢，这是过去梅德赛精彩比赛画面。不过今年因为两边对比赛内容有真侪争议，我都有共识，原本有10项正式的比赛项目，可能敢若剩2项。今年发生的这个事情，中间有很多的协商啊，那希望能够透过彼此间沟通，能够达到我们大家希望达到的效果啊。不过也回到现实世界，就不可能样样都能够达到一个圆满的结果。只要能够存在，我们组委会能够做，我们就会做。对，那目前还在进行沟通，所以有很多不确定性存在。对，那比赛项目受到影响，就连今日举行的开幕典礼。清华大学这边也无任何师长代表学校来到现场。清华大学第一事后发声明表示，这届比赛棒球项目的时间，甲全国大专院校棒球比赛时间相定塔，无法度参加。另外，羽毛球项目对方有2位选手不代表其他学校出赛。清华大学无疑虑。根据梅竹办法的规定，就是我们之前有签合约，签的那个合约是说，只要在交大注册的在学学生就符合资格，所以我们是因为这样子想，所以才就是登记上说，他可以就是出赛。这恐惊是梅德赛历史上头一遍，有一名的学校师长无参加开幕典礼，包括阳明大学参交通大学合作会了后，头一摆参加的梅德赛特别受到外界注目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